来看照顾食物人的创世基金会台东安养院发现讲，今年的捐款逐个月拢在减，若专案的捐款比旧年减近2成起，这也影响到食物人的照顾品质。台东县立美术馆办艺术家张市典礼作画动画展览，展场内面有各种声光刺激的艺术。随着收容弱势家庭食物人的创世基金会台东安养院，希望让食物人接受更加侪声光的刺激，量早恢复底价。在展场内面加速陪因看展览，一个一直伫咧因的耳孔边讲话，将明显感受到这个长期倒伫咧眠床的患者有淡薄反应，好加速正大的希望。眼睛会睁大，然后情绪头会抖动，有一点情绪在。带出来的话，我们的字迹会比较多元，然后又比较生活化，然后展览的话又会比较特别又针对性，所以会对他们的脑部的那个整合是好的。总是台东安养院讲，这是第一遍带食物人出院看展览，不过经费有限，只敢让带6位食物人来看展览。虽然对因的恢复有帮助，不过可能无法度继续办，因为今年外界对因的捐款一个月比一个月较少。到今年8月，专案捐款比去年同期减1成到2成。特别是这1-2年受到风灾、一个美国提款关税影响，企业甲小农的捐助拢求水。在我们的发票的纸本收入上，其实有少很多。跟小农呢也做了很多的一个公益的合作啊，但是有时候可能会有风灾的部分，它确实会影响到我们义卖的收入等等。伫即马总是台东安养院免费收容50位弱势家庭食物人，每个月安养的生活消耗用品差不多就需要350万，而且物价一年比一年起价。希望各界会当捐款，维持弱势家庭食物人照顾的品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